20年做日本人变做马家用的。我按样本获得到金钟奖最佳戏剧节目的云淡天暗墙美食梦歌，每个超过20岁的客家天师拿来去教温去教的。同年的上一届县市倒数9位37年推行过后，20年来，客家天师制作超过4万点钟的各类型节目，优质的内容也得到国内外认真的肯定。总共有912项入围，184项得奖。客家天师首创全平台、全时段都有丝毛。客家基地重要的时节，亲情提供丰富客语口语的天师团。客家天师四海太平安，专属腔调时段，广康农村五腔腔火。更加有接案不退戏、太不强单元剧、海料强单元剧也到。1993点钟的仪式节目，声音的友好快乐好讲客，传承客家文化。有7.6%的民众外头沃卡讲客，是因为客家天师节目带来的影响。客家天师同从事公众宣扬协力。嚟到為高雄民農韓國人見面節目，外面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。到老人家，無強用嘅節目提供表演嘅舞台同發生嘅管道。台灣客家全世界。客家天師到台灣3萬同國際連假。大棚採訪同影展、交流同參加，帶領觀眾看到世界，未愛世界看到客家。對人物傳記、社會議題都提供創新，無看天馬嘅題材，誰唔想誰唔做。客家戲劇20年，抽出台前台後的樣式人才，創新客家嘅價值。同客家勢力結合起來，為客家霹靂做客家處理。對盼到第14年的健身後生計劃到各種培訓班，並提供舞台創造機會。青山網培養客家傳播人才。透過各種平台，客家天師愛大家隨時隨地看到客家，重現過去，記錄一下想象未來。因為客家天師時間一直出頭嘅鴉片。